親子36計之以逸待勞，作者笨麗爸爸。現今嘅香港父母實在太辛勞啦，唔計本身工作，單係照顧孩子衣食住行當中嘅辛酸情節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性格緊張嘅父母固然勞心勞力，從孩子喺肚中孕育開始，以不辭勞苦咁為產房、床位、奶粉、學位頻頻撲撲。就算天生懶散如我嘅父母，口口聲聲孩子好應該天生天養，多啲受挫折有利成長，但係見到細路做嘢甩甩漏漏，亦禁唔住插手幫一把。難怪上一代父母唔管，大部分係因為能力學識有限，為成群兒女提供生活基本需要先至係首要目標。呢一代父母呢，普遍教育程度高，小康之家不愁衣食，自然不忍見小人兒受苦，故事事代勞，結果自己勞上加勞，孩子則懶上加懶，雙雙墮入不能自拔嘅惡性循環當中。辛苦到幾時呢？同樣係嗰句養兒100歲，長憂99。不過新一代父母要憂嘅範圍涵蓋身心靈，明顯比以往廣泛得多。辛苦避不過，所以喺一啲無關痛癢嘅事情上，試下以逸待勞啦。以逸待勞係36計中第4計，所謂困敵之勢，不以戰，損剛益柔。意思就係圍困敵人嗰陣，唔一定要猛攻，可以用積極防禦嘅方法，逐漸消耗敵人嘅力量，等我方慢慢取得主動權，最後一舉制勝。戰國嘅時候，孫臏佯裝敗走，引龐涓追擊，終喺馬陵道伏擊成功，一雪斷足之仇。趙國大將李牧穩守硬門，久而不戰，實則爭取時間裝備，結果一戰大破匈奴。喺戰爭中，以逸待勞係養精蓄銳，待敵人疲倦混亂嗰陣，乘機出擊取勝。而應用喺親子大戰中，亦都係同一道理。行山係我家鍾愛嘅假日活動，身為爸爸嘅我經驗豐富，所以一向做領頭羊帶路。但係孩子們體力充沛，永遠走喺前面，有時更不知去向，害到我呢個領隊苦苦追趕。早前登獅子山，我決定以逸待勞，事前喺網上下載一張地圖列印出嚟，標明起點、路線、景物同埋終點，然後同細路仔講：今次由你哋帶路。佢哋聽罷歡天喜地，手持地圖上路，我則成竹在胸。由於有咗路線嘅限制，佢哋到達某啲分岔口嘅時候，反而害怕走錯路，停低落嚟仔細研究地圖。而我則沿途欣賞風景，斯斯然到達，指點兩句迷津之後，佢哋又呼笑一聲，繼續揾路。喺安全嘅環境底下，俾細路作主導，係學習放手嘅第一步。父母自己亦可以享受一下安逸嘅時光。唔中意行山咩？同樣方法亦可用喺行商場上。到達商場之後，揾個商鋪指示牌，同細路講我要去邊度邊度，請帶路。任由鬼靈精門熱心替你尋找路線嘅時候，你哋就可以以逸待勞，慢慢行。孫子兵法嘅虛實篇有云：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即善於指揮作戰嘅人，總係調動敵人，而決唔會俾敵人調動。平日經常俾孩子指到陀陀擰，或甘心自己被仔女指點嘅父母，好應該反省一下，爭取主動權，喺適當嘅時候以逸待勞，留多啲精力應付更重要嘅學業問題。
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